喺強國荒山野嶺嘅地區，無啦啦咧就泊咗個貨 van，係唔係有古怪先？一班村民唔知係咪收到線報到場啦，一見架車就知道有古怪，去車頭睇睇啦。一位男子咧就上前打招呼，扮晒鎮定咁款，車門都俾人開埋㗎。咦，車頭有埋衫嘅？喂，不過咁，呢名男子又着住衫嘅，唔通？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再望望車尾最尾嘅位置，好似有個女人喎。啊？這是啥？啥玩意兒？係啊。幹什麼？你不要干什麼？幹什麼呀？這是幹什麼呀？我也睡了。幹什麼？我也睡了。你干什麼？你干什麼？幹什麼？大家冇估錯，車入面咧真係有個赤裸裸嘅女人，車震斷正 ，partner 咧就被拉走，睇見佢咁慌張嘅神情，真係有少少唏噓。不過咁，其實咧喺架車度搞埋啲咁嘅嘢咧，又何苦咧？要開心嘅，咪揾翻個室內私人地方做愛做嘅事咪得咯。幹什麼？